Hello， 大家好，又係我 Nico。咁而家係2025年6月份啦，高考啱啱結束，咁火熱嘅酷暑正式開始㗎啦。咁呢度就希望屏幕前每一個觀眾朋友平時多飲水，避免中暑，保重身體先。咁今期節目咧就係Nico從業咗10幾年嘅地產個人嘅心得嚟分享俾大家，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嚇。咁今日呢條影片咧，純粹係個人對今年樓市嘅個人睇法，並唔代表所有人。亦都係咁最近係有啲觀眾朋友咧就問過呢個關於2025年嘅年底係唔係中山買樓好時機咧？相信最近咧就好多觀眾都會經常收睇到中山主要50%嘅樓盤相繼大調價啦。咁為咗出貨咧，除咗未出現送老婆之外咧，乜都可以送俾你。咁樓價陸續跳水嚴重咧，咁接落嚟咧年底樓價仲會再下降咧？咁呢個亦都係老生常談嘅話題嚟㗎啦。講唔講呢樣嘢咧？我先唔講。因為大家都知道，無論係咩市場環境之下，亦都會一定有人買樓嘅。咁今日呢個視頻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係關乎到即將有買樓計劃上車嘅觀眾朋友。6月份馬上就要到尾聲啦嘛。咁發展商接落嚟咧，會打住618、富山節呢啲爛鬼金九銀十嗰啲旗號嚟即將開始㗎啦。咁影片開始之前咧，亦都係老規矩，先點個 like 俾阿 Nico， 順便喺評論區打返個支持，咁樣 YouTube 官方咧先會推返呢條片俾更加有需要嘅朋友啊！我絕對唔係呢度特登去抹黑某啲地產商嘅，我本身自己就係做地產超市㗎嘛，咁亦都係冇必要去唱衰佢哋，畢竟對我嚟講咧係冇咩好處嘅。但係我只係想做我個人嘅能力去分享多啲地產唔熟悉嘅觀眾朋友知道更加多嘅事實。咁我喺呢度咧亦都係一個從事咗10幾年嘅老屎忽角色啊，去告誡各位中山珠海嘅同學。我哋買樓一定講良心，希望大家唔好為咗自己食飽，而係令信我哋嘅客戶做出錯誤決定啊！呃人哋一世嘅錢，唔好係諗住去誤導同埋欺騙任何一個客戶，因為每一位俾錢買樓嘅客戶咧，佢哋嘅錢絕對唔係天上跌落嚟嘅，所以咧唔好俾客戶覺得我哋係為咗賺錢，連底線都冇埋。如果咁樣落去嘅話咧，條路只會越嚟越窄。而家嘅地產環境咧咁差嘅情況下，更加要珍惜每一個相信你嘅客戶，先可以喺呢行得到更加多嘅口碑。呢度咧係講俾睇到我呢條片嘅每一個同行聽嘅啫。咁一説話，人在做天在看，揾錢可以一定揾到無愧於心嘅錢啊！嗱，好啦，而家係正式入今日嘅主題先。如果大家接落嚟喺中山買樓嘅話咧，就而家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擺喺大家面前啦。就現時大家所睇到嘅單位，無論係3房或者係2手房都好啦，係未來10年之內係到一定係唔會有任何增值嘅可能性嘅，能夠保值已經係萬幸㗎啦。咁我希望大家可以記得住我今日所講嘅內容啊！如果屏幕前嘅你咧購置房產嘅目的唔係為咗居住或者係使用嘅話咧，咁我就勸你放棄買樓嘅諗法㗎啦。大家千祈唔好俾一啲人洗腦，而去選擇翻房產方面嘅投資，因為而家80%以上嘅房產已經失咗非常重要嘅金融屬性㗎啦。同埋房地產去金融化係咩意思咧？嗱，係指減少房地產市場對金融資本嘅過度依賴，亦都係話房地產回歸該住屬性，避免系統性風險。咁多位，房屋係呢10年來已經係冇太大嘅升值可能㗎啦。咁係一啲城市核心嘅位置咧，配套好嘅地段有後網嘅，始終都係保持翻比較穩定嘅狀態嘅。其餘嘅房屋而家只剩低居住唯一嘅可能性嘅啫，呢個就係事實。但如果話房屋對你嚟講非買不可嘅話咧，咁點樣去揀一啲貶值可能性比較低嘅房產咧？咁呢個就係擺喺你面前一個非常重要嘅問題㗎啦。對此咧，我呢度咧亦都係3個建議俾翻大家，大家喺揀樓嘅時候都可以參照翻嘅。無論你係邊個城市買樓都好，你都用呢個理念套翻落嚟得㗎啦。首先第一點就係大家喺揀樓嘅時候咧，大家盡量選擇翻城市嘅中心位置，會相對比較安全嚇。咁需要避免咗你會買到鬼城嘅可能性。雖然話市中心大多數嘅地方上落班會相對嚟講比較塞車，但係因為咁，亦都係可以體現出咧入住嘅人口多，咁人多配套自然會更加多啦，係咪先？咁譬如話學校啦、商場啦、醫院啦、銀行啦、餐飲等等啲生活配套設施會比較齊全少少嘅。咁日常嘅生活所需，方圓1公里以內你就可以解決㗎啦。咁通常一類房產咧都會比較保值啲嘅，將嚟二手都會有啲流通性嘅，不至於變成增值意義嘅不動產。所以大家盡量唔好去掂嗰啲地段偏嘅遠郊大盤啦，尤其係3、4線城市啦，千祈唔好買嗰啲偏啲嘅房產。
因為呢種地段嘅房屋咧，配套設施咧好多時候你跟唔上嘅。你買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容易嘅，但係你當你要有一日想買翻出嘅時候咧，係難過登天嘅。亦即係話呢種房屋咧，就算有機會升值，佢都係最後一個升值嘅。但係跌價嘅時候咧，佢絕對係第一個跌嘅。所以大家睇樓嘅時候咧，真係要謹慎啲。有咩唔明係隨時可以揾下呢個啊，多多少少可以俾啲意見你嘅，包你唔蝕底。好啦，咁而家我哋講第二個啦，就係最近比較火熱嘅公寓啦。點解我會講公寓呢？因為最近事實係多咗唔少低總價、面積細、買一層上一層嘅包租公寓啊。總價高啊，物業佢焗唔喐啦嘛，開始焗翻總價低嘅物業噶啦。咁如果接觸過呢個嘅客戶，應該知道我份人呢係比較少推介公寓俾客戶嘅，因為我覺得市面上90%嘅公寓以上啊，都係唔值得買嘅。電視機前嘅你咧，如果你係買咗公寓住咧，咁你睇到呢條片嘅情況下咧，我希望你都唔好介意嚇。初始嘅時候咧，你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時間會證明我講嘅嘢亦都係事實嚟嘅。畢竟對我嚟講咧係有一句講一句嘅嘛，係咪先？咁將我見到嘅同大家分享翻出去先。我見得多啊，自然會忍唔住講多兩句啊。咁呢條片咧亦都係代表個人，唔代表全部嘅。言歸正傳啦，咁繼續講翻公寓，點解話唔可以買呢？如果你有能力買住宅嘅情況下，我真係建議你首選買住宅啦。但如果你真係諗住買公寓嚟投資收租嘅話咧，咁我認為你一定係有錢冇地方使。首先，公寓你買到嚟，將嚟買翻出去嘅話咧，唔好話多，打個5折先。呢度你已經蝕到一半啦嘛，係咪先？嗱，我又想問翻大家嘅問題啦，你係咪等住每個月1000至2000蚊開飯先？係咪先？當你要買翻出嘅時候咧，我唔知你有冇計翻條數啊？你收嘅總租金多咧，同埋蝕嘅本金多咧？唔使講，一定後者啦。仲要係未計其他嘅業稅啦，個人稅、增值稅，係咪先？你話樓市好嘅時候咧，係升住宅還升公寓咧？哪怕你公寓升都好，其實有冇了解過公寓真正嘅交易稅係幾多咧？所有嘅公寓都係咁嘅情況，無論係中山、佛山、珠海、深圳都好啦，公寓買翻出去都係一定係十分之困難嘅。唔信你問翻你身邊買咗公寓朋友，問下佢哋而家係咩感受，係咪蝕50%都賣唔出去嘅？哪怕以前你樓市風光嘅時候，住宅可以賺30%以上啦，公寓扣埋到手，最多咪10%左右。仲有啲觀眾朋友就話啦，自己預算唔夠先去買公寓啫。嗱，我好實際同大家講，個預算唔夠咧，就千祈唔好掂啦。我知道大裝修可以拎包入住，亦都知道唔限購唔限貸，亦都更加知道係總價低，買一層上一層。但係我都係唔建議大家買。呢個世界冇白費嘅午餐啊，無非係先埋單定係後埋單嗰邊啫。好多時你覺得呢個數好，係因為你未睇到賬單。今日咧，我就詳細同大家講下呢個問題。我先問翻大家個問題先。今時今日會唔會咁多假乸隨街跳？肯定唔會啦，係咪先？點解會咁講呢？公寓其實係商業性質嚟嘅。簡單嚟講，商業性質嘅產品咧，幾乎係冇人要嘅。係就係冇人要，冇人要先會需要包裝成為公寓賣翻俾你。大家知唔知？連深圳呢種大城市，公寓嘅流通性都好低，更加唔好講其他城市啦。仲有就係居住密度非常之高嘅，一層幾十戶，大多數都以出租為主啦。等個 lift 要分鐘要一聲項嘅，出入電梯大多數都係逐住職業中嘅小姐姐，成部 lift 都係姐姐啲味道，同埋夜場嘅燈頭，而且係魚龍混雜嘅地方，乜人都有。出日咪有賣淫㗎，有嫖娼嘅，衞生情況更加確保唔到啦。質素差嘅租客將啲過夜垃圾擺喺走廊嗰度，你行過經過嘅時候咧，一陣味道，我唔知你頂唔頂得順咯。係啊，居住環境好差嘅，唔信去睇下嗰啲交咗樓嘅已經係入住緊嘅公寓樓盤啊，你會見到有人將公寓改成私人 KTV 包廂、麻雀房、美甲、美容、相館等等型性嘅公寓，你真係住得落去咩？我自己都租過唔少公寓嘅，10點後經常性男女大混場，乜聲音都有。哪怕你報警，阿 Sir 會過嚟警告下。佢過幾日又繼續嚟㗎啦。咁短時可以飲啫，咁長期咧真係唔知點入瞓咯。聽我咁講啦，你哋仲敢唔敢買？有啲人咧話中意公寓有複式，咁複式梗係好啦，但係複式有前提㗎嘛，就係層高啊嘛。好多工藝嘅點解會買一層上一層咧嚇？因為層高唔夠咧，原本做一層嘅話，佢夾硬夾。即係隔2層出嚟，一共就4.5米嘅層高。咁我樓板嘅厚度，樓上可能得翻2米啊。咁如果你裝埋嘅掛牆式嘅冷機咧，你可以吹出貴機嘅感覺。仲有好多公寓都係冇燃氣嘅，同埋係冇嘅獨立嘅廚房嘅。煮飯咧用電磁爐嘅，而且通風效果係好差嘅。
炒個餸，你走廊嘅盡頭都聞到你屋企嘅人煙味。時間長咗，一定會有一種難以描述嘅味道啊！咁時間再耐咗少少嘅情況下咧，曱甴老鼠走雞跑㗎啦。仲有隔音嘅效果都係唔好掂嘅啫，因為公寓嘅樓層嘅結構同住宅係唔一樣嘅。你買嘅時候可能唔知啊，你住翻幾個月就慢慢就發現到，夜晚嘅麻雀聲、飲酒嘅歌聲、走廊嘅乞嗤聲、廉價嘅床板聲，真係嘈到媽都唔識。咁如果你想公寓用嚟自住情況下咧，我都建議你租住翻幾個月感受下先。我希望大家要記住，買公寓幾乎每一步都係慳。我講咗咁多次買唔買，咁啊大家你自己做決定㗎啦。第三件嘢咧就係旅遊地產海景房啊。咁呢個話題亦都係最近老生常談㗎啦。最近有唔少觀眾朋友揾我訴苦啦。咁而家正值6月份夏季㗎嘛，係咪先？每年咧到夏季咧，對於旅遊地產海景房呢個發展商嚟講咧，真係一個收割韭菜嘅旺季啊！咁對於好多買家嚟講都係痛苦流汗啊！點解呢？因為尤其啲長者啊，我收到好多港澳嘅朋友同我訴苦啊，佢哋通常都係參加翻啲旅遊團啦，去海邊2日1夜遊，春暖花開啦，面朝大海，夜晚又有海邊 BBQ、海邊煙花 show 啊！咁喺海邊擁抱一個充滿激情嘅浪漫之夜，好似好開心咁啊！咁好多朋友仔就會幻想以後退休住喺呢度啊，幾好啊，好舒服啊！嗱，但凡你有咁嘅思維嘅話咧，你就真係瀨嘢㗎啦，因為呢啲情景通常都係啲開發商想俾你睇到嘅。我今日咧就趁目前嘅夏季高峰期之時，我同大家講講海景房，希望大家唔好再入伏㗎啦，唔好未到3伏天你先中伏啦。無論你係為咗以後養老都好啦嚇，定係放長線投資都好啦，投資更加唔使講啦。如果諗住買間旅遊地產嘅海景房嚟投資嘅話，但凡有咁嘅諗頭，你一定死緊。你要記得呢度係大陸，唔係香港，人民地理都會有啲差異嘅，價值觀更加有差異。嗰啲咩海邊養老夢啊，面朝大海，三困神怡，嗰啲全部都係開發商營造出嚟嘅美好幻想，氹你開心啊咋！市面上90%嘅旅遊房產啊，包括海景房、海景別墅、溫泉別墅都沒有任何嘅投資價值嘅。我唔否認啊，每年嘅假期都係人山人海。到夏天嘅時候咧，海邊人山人海；到冬天嘅時候咧，溫泉好似落水狗咁樣，好多人。但係1年365日，有幾日係咁好生意啊？幾十萬嘅投資，5年到10年翻本，你信唔信啊？諗深一層，你知道10有9騙啦。今時今日好多市中心核心資產都難以增值，你仲諗住嗰啲旅遊項目周邊嘅資產會升值，簡直係拍緊春秋大夢啦！咁多年嚟，我真係接觸唔少嘅退休港澳人士，辛辛苦苦揾翻啲錢翻嚟買到不良資產。雖然幾十萬嘅物業聽起身係好平，背後唔少家庭咧拼搏咗幾耐先得到咁多錢。我哋要知道，如果你真係諗住養老嘅話咧，咁適合養老嘅房屋最重要因素係咩咧？一定係醫療。旅遊地產項目配套唔完善嘅，醫療條件亦都係唔發達嘅。無論你係自己老早過去住，定係你父母過去住，都唔現實嘅。如果你真正係海邊住過人都知道，海邊係帶有鹹性嘅，而且係好潮濕嘅。長時間居住嘅情況下咧，好容易引起嗰啲關節炎啊、家私啊、牆體亦都好容易發霉嘅。咁長時間居住對身體亦都係唔好嘅，特別係老人家啊。如果話你真係中意海邊啦，係嘛？1年去2次，你去玩翻個星級酒店住翻幾日就夠㗎啦，冇必要使咁多幾廿萬，真係掉入鹹水海嘅咋。好啦，以上所講3個點嘅話就係，我希望大家可以記住啦，千祈唔好俾人使多200蚊請翻個2打6演員，再加埋2聲契媽契爺家姐仲未失做你自己買樓嘅初衷啊！買樓一件好開心嘅事嚟嘅。唔好將故事演變成事故啦，亦都係希望大家睇完呢條片之後咧，可以能夠做出正確嘅選擇啊！今日影片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噶啦，希望大家有任何嘅房產移民都可以通過上面嘅 WhatsApp 聯繫翻我。此排最後大家唔好走住，記得點翻個 like 或者 follow 翻我，咁就唔會錯過每一期精彩嘅節目噶啦。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